你就是黎书瑶吧？嗯。您是韩叔叔吧？这里是公司，不是咖啡厅，以后说话注意称谓，李小姐。哦，好的，韩总。你跟韩子墨是朋友，对吧？嗯。李小姐，我给你提个醒，你记住，在龙翔靠的是实力，不是朋友。你要是认为你认识那个韩什么子墨就可以沾什么光、成什么东风的话，我只能告诉你，韩子墨在我这儿就是个屁。懂？韩总好。韩总好。常大乐这次来呢，是有一些想法想和我们分享一下，咱们听一听吧。啊，凭什么听他的呀？上次要不是他搅局，这钱早就拿到了。你这叫鼠目寸光，知道吗？你骂谁呢？哎，行了，说正事吧。首先，我认为应该正确的理解用户需求，准确的转换产品功能，才能实现真正的产品价值。你们之前产品所导出的数据太过于专业，所以针对性用户只能是极少数的医疗人员，甚至是专业对口的医疗人员，这就导致了你们的用户范围大大的缩窄，但是对于技术的要求却大大的提高了。这相当于知道什么叫自己给自己挖一大坑吗？这些文件上都有名字，一份文件对应一位客户，一会儿进去我在前面发，你跟着我就行。好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搞错顺序。高兴啊，王总，欢迎啊，欢迎啊！我们这龙翔啊，给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啊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啊，怎么跟我们具体的合作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你们的技术革新赶不上速度的话，那么你们很快就会被用户所抛弃，从而退出市场。哎，现在我国注册在案的医师总数大概在300到500万之间，在按科室细分之后，有可能使用到咱们产品的人数，连这个数的1/20都不到。没错，顶尖的技术如果用不在点子上的话，那就叫浪费。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改版，而且要改变产品方向。不好意思，这份东西不是我的，连名字都写错了。我的也错了，这不是我的名字。徐助理，公司这么重要的商务活动，你能给我带个有脑子的吗？啊？我说错了是吗？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我有义务提醒你一句：如果真的按照你的想法来做，那跟洗版重来没什么区别，还得继续往里投钱。先不说咱们有没有钱吧，就算有钱，能不能赶上科技展会还不一定呢。不是，还要投啊？我就剩那么点存款了，再投老婆本都没了。哎，你能不能不改了？咱想别的办法。不改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赶紧给我换人。对不起，韩总，他是新来的实习生，还不是很熟悉工作。他是新来的，你也是新来的啊！他是菜鸟，你也是菜鸟，啊！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，我龙翔不养闲人啊！我不管是通过什么关系、什么途径到的这个公司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立刻走人。我马上处理。出去等我。你也可以出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抱歉。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，那当我今天没有来过。海阔天空，我找一个不固步自封的团队很容易，但是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这个团队是否还会存在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你想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改健身。啊？
数据显示，2015年4月到2016年3月，中国健身房最多的前10大城市中，有8个城市健身房增长超过50%。2015年，我国经常参与体育健身人口约4亿，体育产业规模投入约为1.35万亿。到2020年，上述2个指标有望达4.35亿和3万亿。没错。现在的成年人越来越注重自身健康和形体，并且逐步的会在网上下载健身 APP 或者健身视频来进行锻炼。想一想，这是多么大的一群消费群体啊！我们只需要改变产品方向和软件程序，用户量直接会翻好几倍的。这个呢，也是我这次叫他来的目的。我是觉得新义科技就这么卖了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但是这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我还是应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我表个态，我同意继续做下去。哎，我不同意啊！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同意。那行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我们就欢迎常大乐先生加入新义科技。那以后请大家多多捧场。李初阳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你是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你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吗？愣着干嘛呀？赶紧去找同事，找到资料，好好提前做功课。下次要是再出什么岔子，可没人给你兜着。好。姐姐，你怎么回事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那个李初阳他不是什么善茬，万一这家伙关系……你以为我傻呀？我跟你说，刚才在会议室啊，就因为他，韩总发了好大一通火。虽然当时没有点他的名，但是我能肯定，绝对没有给他留面子。既然这样，我何必处处让着他呢？公司的风向阴晴不定的。跟着董事长肯定不会有错，对吧？姐姐，还是你脑子转得快。那必须的，跟姐学着点。哎呀，不行，这家酒店太小了。这个价钱能找到这个地方就已经不错了。清源，我家去10桌人呢，10桌，你又不知道我妈这人好面子。再说了，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哦，你让那么大一群人挤在这么个小地方，我妈还不得气爆炸？但咱也得考虑成本问题，对吧？成本超了可以赚，抹了我妈面子那可挽救不了啊。你妈这是嫁闺女呢，还是办排场？虚荣。那是我妈，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。哦，我为她的虚荣买单，那怎么了？怎么着？你是觉得不满意还是怎么的？行，不满意那就别结了。爱结不结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爱结不结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的啊？别结了。不是，媳妇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媳妇儿，我错了。我的意思呢是，你爱结不结，我是非得跟你结。不是，媳妇儿，我错了。
你少喝点吧，吃点东西。啊，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多不容易啊！我跟你说过的，我爸妈压根儿就不同意我跟秦云的事儿。要不是我死乞白赖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那秦云能娶得到我吗？啊，到头来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婚礼，他就不能哄哄我，让让我？对对对，这件事儿啊是秦云不对，不过你想，他也不容易。再说了，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就体谅体谅他呗。唉，人呐，活着真的是太难了。哎呦，好了，别喝了。你说吧，你为结婚烦，我为工作烦，人都是有烦心事儿。工作，你怎么了？我呢有个上司叫齐毅，他每天啊就各种找我茬。对不起啊，齐毅姐，我真的是太紧张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自己做错了事情，自己不知道找原因，怪到我的头上是不是？你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爱心援救组织。今天下午又把我骂了一顿，听着有点不太对啊，他故意的吧？挺好的，闹个屁！这样，媳妇儿，还生气呢？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错了，反正你能耐。媳妇儿，结婚的事儿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都听你的。自己说的，爱结不结？爱结不结？你说的，秦云。没有啊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我问你，几桌？10、15、20、50。好，好，好，50就50。哎呦！行了，你赶紧把他带过去吧，他喝了不少酒了。好嘞，今儿谢谢你了，咱们回家吧，啊，老婆。50。哎，50，走，回家，咱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咱回家再说。这么晚，喝酒了？林宇心情不好，我就陪他喝了点。他心情不好，你喝什么酒啊？你也心情不好了？工作不顺利？你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姐我美丽机智，人见人爱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？厚脸皮。这不叫厚脸皮，这叫自信，懂吗？行，自信。好了，本仙女要去睡美容觉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也赶紧睡吧。哎，谢谢你等我到这么晚。我不等你，爸妈也不放心啊。你把水喝了吧。我弟真贴心。慢点，真舒服。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哎，你没跟初瑶聊聊韩国呀？妈呀，差点忘了个大事了。
喂，苏瑶，在你家公司被人欺负了。什么？这些文件都已经盖过章了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绿色的是法务部的，白色的是财务部的，粉色的是销售部的。一会儿你送到各个部门去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记清楚了吗？嗯，好。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啊！3个月，咱们只有3个月，这是咱们完善产品阶段所有时间。啊，这不等于把原定的上市时间给提前了吗？之前因为互助社交的事儿，我们耽误太多时间了。要想在市场抢占先机，一定要把这些时间争取回来。我同意。这样吧，咱们分配一下工作。思怡，你去找一些专业的健身教练来做顾问。嗯。那移动端的 App 开发还有硬件改善，交给你们3个了。好。大乐，你和我去工厂先定制一下样品，3个月后我们内测。3个月之后内测的话，就我们现在而言，确实有点赶了点儿。就算加班加点，连续加3个月的班，那还不废了？所以啊，我作为新艺科技的 CTO， 我就要以身作则，加班加点的完成任务。你怎么就成 CTO 了？我就是 CTO。我是 CTO。我知道成 CTO。为什么让？我是 CTO。小韩，小韩总。楚瑶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别跪下！你要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不站起来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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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你拉我起来就摸摸了啊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喂，没事干是不是？回来工作。闲的。楚瑶，这个呢是我的全部家当，现在就归你保管了。当然，以后咱们家的财政大权都由你来决定。最重要的是里面有我的身份证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随时可以去民政局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楚瑶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韩子墨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哪？哎呀，反正是自己家的公司，这样也挺好的。大家都知道我在追你，以后啊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，啊！我的事你就别跟着我操心了，行吗？楚瑶，你看我都这样追你了，你说你是答应呢，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？不答应。我生气了，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答应吗？有病！不能讲啊。必须的。
齐一姐，我的文件呢？文件我已经让别人帮你去送走了。那我，小黎，你现在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在位子上待着，有工作我会教你的。昨天就看你不对劲儿，你说你工作上不顺利，怎么不早和我说呀？是我自己工作能力的问题，也不能怪别人给我挑毛病吧。唉，再加上韩子墨今天这么一闹啊，我以后在公司更没法混。不过这个齐要是故意找你麻烦，你也没必要忍着。哎呀，行，不想想了，就这样。今天这事儿不许告诉咱爸咱妈啊！知道了。去了。你怎么想着今天约我了？想和你聊聊我姐。怎么了？她该不会回家骂我了吧？那倒没有，主要是关于你们公司那个齐毅。看来你也知道这事儿了。哎，你来说说啊，如果这事搁到你身上，你气不气？这事你倒是痛快了。你想过我姐的感受吗？她以后在公司还怎么工作？别人会怎么看她？凡事处理的过于极端，都会过犹不及，适得其反。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觉得你应该出面再解决一下。没错，我也觉得不合适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来说说。你只要让他明白，我姐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威胁，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再换个态度，可能效果会更好。还有啊，不能让我姐知道，这样她压力会更大的。这我知道。齐助理，小韩总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可没有欺负初瑶啊！不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今天来呢是要跟你道歉的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昨天呢是我太冲动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真是对不起啊。哎呀，您言重了，这很正常嘛。那个是这样，我跟黎初瑶呢认识了很多年，我挺喜欢她的。我把她安排龙翔呢，也是为了当一个跳板。下一步呢，我打算让她跳到我们家来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你放心，小韩总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黎初瑶的。好，那就行。黎初瑶这个人呢，特别喜欢忙活，你该有什么工作你就给她安排。她要是做的有问题的话，你就多担待一点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初瑶，这个是公司新项目的文案，你看一下，然后写一份评估报告给我。公司的文案格式是统一的，我已经让同事发到你的邮箱了，你按那个来就可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慢慢开始熟悉公司的业务内容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就可以。好，谢谢齐毅姐。太客气了，赶紧忙吧。哎。
嘛呢？这开会的时候，你手机信息一直不断的，还挺乐呵。有啥好事啊？我姐在公司遇上点麻烦，我让韩子墨解决了。韩子墨帮李初瑶。嗯。啊，也对。这上次聚会的时候吧，韩子墨对你姐那点小心思，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。可是我觉得吧，韩子墨那种没心没肺的生活方式，不适合你姐。哎，你可倒好啊，那当弟弟的不知道把关，还把你姐推给韩子墨了，你怎么想的？他怎么想，我也管不着啊。反正我觉得韩子墨不靠谱，他跟你姐不合适。他和我姐不合适，那你对我姐怎么这么上心啊？我不是觉得你姐比你好多了吗？关心关心嘛。你就是喜欢我姐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啊！我劝你收敛一点，我可不想当你小舅子啊！我这想法不好啊！我怎么就看上你姐了？回来。C，健身顾问的事怎么样？我挑选了5个候选人，经过数据的筛选和比对，目前张志远是最适合我们这个项目的。来，让我看你眼光怎么样啊？就这胳膊啊，这粗大腿，确定不是牛蛙的变种人？馋嘴蛙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学员跟他上课的时候，满脑子想都是馋嘴蛙？这明明就是超级赛亚人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们都闭嘴啊！你们要相信我，这是我挑选的最适合我们的了。阳光硬了，对吧？那正好，你和我去一趟，咱们接触一下。啊？哎，那个牛思义去绝对不会有问题的，这比刘关张加起来都管用。哦，哎，对。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不好笑。去就去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找一下张志远。您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有的，新义科技的牛思义。2位请进，张教练在里面等着你们呢。好。欢迎2位。您是张志远张教练？对，我就是健身教练张志远。2位看到后面那道墙了吗？那个奖状是我在全国的一些比赛之中获得的。我的偶像，全球健美先生施瓦辛格曾经说过，只有在训练中不断增长，力量才能进步。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这才是力量。我本人的梦想呢，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健身的快乐。我呢，最擅长的就是女士的媒体塑形。2位也看到了，在我这里的会员大多数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。像你这样的加入我们的会员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不是来办卡的。推销的。哎，不是。张教练，刚才你也说了，你最大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健身的快乐。那我们的产品呢，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健身爱好者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。这么说吧，我们新义科技呢是一家自主创业公司，我们希望把现有的一款医疗功能性设备拓展到健身领域。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们2个呢也不是专业的健身人士，所以想请你这样资深的专业教练来给我们一些建议。这样吧，思义，办张卡。唉，产品没推销出去，害我办了1年健身卡，净乱花钱。你没发现他特别抵触我们吗？
办一张卡，至少能多一些交流的机会。再者说，你之前不是调查过，他手下教练和学员的数量怎么样？还真不少。那如果他们都可以帮我们进行产品测试的话，让我们上线的周期可以缩短多少呢？至少2周吧。那得了，办张卡算什么呀？再者说，你这个小身板也该练一练。韩子墨呢？他昨天睡得晚，你让他多睡会儿吧。这都几点了？韩子墨，韩子墨，韩子墨！早醒了，大喊大叫的。照你这么喊，植物人都被你喊醒。哎，儿子，你还真是醉了。你老子连植物人都能喊醒，就是喊不醒你，成天跟梦游一样。是，我是在梦游。哎呀，我给你推荐的人不梦游不就行了吗？谁呀？黎初瑶啊。哎爸，初瑶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、特别努力、特别好？跟你一个德行。哎，黎初瑶到底怎么样啊？工作态度还行，这个脑子啊有点问题。有你这么说人家的吗？人家那是老实，都跟你似的老油条。行了行了，吃饭吧啊！吃饭都堵不住你们俩的嘴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还真打呀？我觉得你应该再使点劲儿，不疼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没事儿。吃饭。什么人呢？多给他盛点。好，谢谢。行了行了，这吃着饭呢，还老玩手机啊？快吃饭。你这2天怎么了？谈恋爱啦？哟，我弟交女朋友啦。那是好事儿。有天不忙领我来我们瞅瞅，就是啊，认识一下。哪家的小姑娘啊？哎，你们想多了，没谈恋爱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吃饭。你看人家姑娘等得多着急，还不承认？赶紧回人家呀！不会。我才是你家的小姑娘。你给他滚！他谁呀？你俩什么情况啊？他最近总是给我发信息，能不能跟他说别发了？烦死了！你们怎么勾搭上的？是他勾搭我啊！给我，跟他说说。你也认识啊？哎，谁家的姑娘长什么样啊？你有没有照片啊？哪个学校的？你跟妈说说。男的。哎，你最近跟韩子墨联系的挺频繁啊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吃饭的时候一直跟他发消息啊？怎么回事？可能他看我公司最近发展不错，想合作。他跟你能合作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人没什么正事儿，你别被他忽悠了。他还能忽悠我？你别被他忽悠就行了。忽悠我干嘛呀？把碗刷了啊！这小子。我觉得你家这个手环还挺实用的。现在这一款呢，主要是用于心率监测。如果想拓展到健身领域，还有很多方面都需要去改进的。啊，对，张楠，虽然现在健身是热潮，来办卡的人络绎不绝，可是我发现真正能坚持下去的学员好像寥寥无几啊。对，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。我觉得现在的人呢，
我别人都心浮气躁，来了1、2个月之后，看就没什么效果，体重不减反增，自然就不来了。没什么效果。那如果我们的手环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汇报每一次健身后体脂、肌肉还有水分的变化，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健身后的效果，那会不会更加激励很多人在健身这条道路上长久地走下去？这个主意不错啊，那当然好了。喂，危险！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慢点啊。张教练，幸亏没有伤到骨头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谢谢你啊，张教练。没事，但是记住啊，以后自己不熟悉的器械，千万不要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使，多危险。知道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哎。见啊。唉。回来了。您拿这么多衣服干嘛？所里边组织干警家属上山里的民宿住2天去，也算是对老同志的一种福利待遇吧。正好带你爸放松放松去，那儿天然大氧吧，空气特别的好。那我妈这身体能行吗？咨询大夫了，大夫说，换个环境更有好处。啊，那药带了吗？都带了，你爸都给准备好了，看你操心操的。哎，你别说啊，我这都多少年没出去了，还真想出去走走。那你们到了就要打电话啊，每天必须带点血。不说差点忘了，充电器。哎，这忘了可耽误大事。哎，你这个人的脑子哈，我都提醒你多少遍了，跟你出去还不如跟我的孩子们出去。哎呀。这是嫌我老了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等你走不动的时候，那背着你往山上跑。我等着呢。给，搁你的兜里边。山上冷，拿点厚衣服吧。你提醒我了，那个初晨啊，跟我去我们卧室那个床底下，把我跟你爸的那个厚衣服啊给拿出来啊。别，你2件就够了啊，一人1件就够了。行，知道。爸，你们真行吗？没事儿。我保证24小时不离开他半步，一定要注意啊！行吧，我每天定时向2位小领导汇报。老警察张教练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都是因为我。您好点了吧？没事，这点小伤算什么呀？哎，咱们继续练啊！来。我起来，来，我起来。慢点。你得相信我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哟，来，请吗？没人拦着你。不就有几块臭奖牌吗？回头我也上网买一档。对。哎，你当初骂我那架势哪去了？我要不是看他救了我一命，我早就骂死他了。哎，这样啊，下回我陪你一块儿去，你看他哪儿不顺眼，我帮你降降台。就你那小身板，还能指望你呢？我怎么了我？四爷，我陪你去。我不去。四爷，至于吗？生这么大气。我也就是过过嘴，我为了工作我都忍了。你还忍呢？每次去都板着张脸，能不能控制控制？我控制不了，我对他那种厌恶是种生理反应。生理反应？你去把它弹下来，不就不用去健身房了吗？啊？那能不能换个人对接呀？我看着他我难受。这人可是你找的，
嗯，你去？你刚说了你要去。我后来觉得吧，这张教练他有点肉麻，他不太适合我。你们去。那个我敷衍。哎，胖子，你不去啊，胖子？哎呀，这关键时刻呀，还是我最好。我陪你去。啊？我说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一个张志远已经够我受了，再来个常大佬，我可受不了这种折磨。嘿，哎，我觉着挺合适的，正好他可以陪你。米洛叔，我觉得吧，肉麻就肉麻点吧，为了你能豁出去。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不会感兴趣，我陪你去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哪儿都有你啊？我怎么了？哪儿都有你。我陪他去怎么了？我陪他去的。刚才让你去呢。啊，我去，就我去啊，去一边去。我决定了，我要速战速决，尽早从张志远的泥沼中解脱出来。是，你想怎么解脱？你这个不会是要使用美人计吧？啊，对，把腹，把肚子贴住。哎，对，坐呀又偷懒。加油啊！再加一点。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啊。是吗？对啊。你今天有空吗？要不去我们公司熟悉熟悉？啊，我还有2个学员，要不你先坐那等我一会儿。好。等你听啊，恭喜你。刘小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水挺烫的。我们健身房女学员比较多，张教练准备的都是热水。他说呀，热水对女性好。哎，你们张教练平时都被这么多女学员包围吗？我们张教练确实很有魅力，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学员报名。但是他这个人呀，一门心思都在健身上。可能旁观者看来某些动作不太雅观，可从健身方面来看，只是为了追求更规范的动作而已。我们张教练心思很单纯的，他特别一根筋。我看出来了，没事儿秀秀肌肉，也不分场合，挺自恋的。他那不是自恋，只是自信而已。自信？我们张教练跟我们讲过，他小的时候呀特别瘦小，就总受人欺负，他一直挺自卑的。后来看了施瓦辛格的电影，就发愤图强，要变得强大。他展现肌肉也不是为了炫，而是希望大家能真的意识到健康美的意义，让自己变得健康强大起来。他觉得呀，他必须要表现出一个自信的榜样，才能让更多的人摆脱那种自卑感。啊，不行，就坚持一下嘛。怎么了呀？是哦，他这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我看看，这，我可是啊，抽筋了，这是。这别弯着啊，伸直啊，不是疼，哎！放松，随着我手的力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像好点了。扶他起来吧。
是不是好了？来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在原地多活动活动就好了。原地啊，还不快谢人家张教练？谢人家。谢张教练。你们开的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都散了，没事啊，继续练。哎，张教练，不好意思啊，之前冒犯你了，今后大家都是好兄弟。难得啊，思义今天心情很好嘛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件衣服，一会儿就出来。哎呀，难得呀，思义今天心情挺好啊。哦。还是打通了。你说这电话也不接的，微信也不回，怎么办呀？我看天气预报说山上的雨比这还严重。一旦有什么泥石流、山体滑坡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有咱爸在，出不了什么大事儿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坐一会儿。还是无法接通啊？现在天气这么差，山里面没有信号也很正常。你要不先去睡吧，有什么消息我告诉你。我睡不着。估计爸妈现在也联系不到我们，等他们有信号，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。我们再等一等。哎，爸，你们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的。就是昨天啊，他的这边雨下的特别大，他电断了，完了这个电话没电了，这不今天早上都来电了，刚充上。啊，告诉你们一声，别着急了啊，挺好的啊。那妈呢？啊，在。出尘啊！哎啊，出尘啊！那什么，哎，好着呢啊！告诉你姐啊，不用担心。哎，我跟你爸爸还得玩2天再回去呢。哎，这儿可好了，那空气都可清新了。有时间啊，你们也得过来玩啊！行，那你们多穿点衣服啊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你们赶紧再睡会儿吧啊，还早着呢。哎，挂了。哎。没事就好。哎，你晚上没睡啊？你去睡吧，我去买早餐。行，那我再去睡会儿啊。好，您的菜请慢用。吃，随便吃。今儿我请。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？什么叫今天？就吃个饭。
就聊会儿。啊？哎，醋意这么浓，应该吃饺子呀。错？什么错？你是不是吃那个张志远的醋了？别逗我，我吃哪门子醋啊？我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正好呢，我觉得这个牛思义和张志远还挺般配，我就去撮合撮合他。你敢？不是你信不信我跟你拼命啊？你看，你看，还说没吃醋。思义可是个好姑娘，你可得抓紧了。当然知道了，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近她。追姑娘这种事我也帮不了你。不行，你说我这事业未成，天天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，太不爷们儿。不想了，不想了。我同意你。男人嘛，应该以事业。嗯，等我们登上事业的巅峰，我再把牛思义娶回家。等会儿，谁把牛思义娶回家？你把牛思义娶回家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说韩子墨要是把黎初瑶给追求上了，你这当弟弟的，你吃不吃醋啊？我当弟弟的吃什么醋啊？我要是当弟弟的，我就吃醋了。当弟弟吃醋？行了行了，别想了别想了，吃菜吃菜。不好看，好看，你多少看啊？这个不好看。我做就特别的好看，我说不好看就不好看。哪儿不好看了你就说吗？哎，你看看人家做的，我做是新科技吧？是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李洛书是你们这儿的吧？是啊，他还没来呢，你要不在旁边坐会儿？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挺抢手的。李洛书应该是你们大老板吧？他占多少股份啊？哟，您是投资人吧？来，戴帽来，来，请坐，戴帽来。我不做，我很忙的。我呢，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的情况。情况，哎呦，情况我来跟您说。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啊，它马上就要面世了，它现在好得很，而且现在市场估值啊特别的高，一大堆投资人等着投资呢。那您要是有想法，就得抓紧时间了。哎，洛叔，你正好来了，这个有投资人。某某。喂，你想要多少？不多，10万。好，我尽快打给你。还有啊，您下次有事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别直接就来公司。行啊，只要给钱，什么事儿都好说。有件事儿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？
小朋友又来打电话哈。那哥哥问你，你来这儿打了这么多的电话，一次都没打通过，你到底是跟谁打的呀？没谁，一个不认识的人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你跟他打什么电话呀？我不打。呀，若书来了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有啥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哼，就300。今天考试没时间打。要钱的时候有时间，还钱的时候就没了。你等考试结束，我一定打工把学费还给你。当妈的把儿子抛弃了，自己人间蒸发；当儿子的天天在别人家里吃白饭。你们一家可以呀，真把麻烦别人不当回事儿。就少说几句吧。不说，快屋里坐一会儿吧。我不去了，走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事儿。别骗我了啊！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你在楼下坐着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可能最近工作太累了。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跟姐说，我一定帮你。嗯，放心吧，早点睡吧。年纪没有了。你不是不让我去你公司吗？而且我想告诉你，拖延不是办法，该你的你躲不了。我答应过的事，有哪件没做到？哼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半路跑了呀？先走吧。怎么了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你先上班吧。我还没弄明白这怎么回事呢。这谁呀？你别管了。什么叫我别管了？我是你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然后。
喂，楚瑶，这样，明天周末，咱俩一块出去玩呗。最近工作有点累，就不去了吧。啊，好吧。对了，洛叔最近干嘛呢？我怎么一直联系不上他呀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呢。他不会故意躲着我吧？他躲着你干嘛呀？可能是事儿多呗，让他清静几天吧。好吧。好。我回来啦。回来啦？你赶紧给你弟弟打个电话，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饭已经好了。公司有点事，我不回去了。哦，行吧，那你早点回来啊，要不然妈该着急了。好，不用等我了，先吃吧。他说他学校有事儿，不回来吃。不回来吃啊？那我等他一会儿。咱们先吃吧。In 1428, Masaccio painted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St. Peter for the Brancacci Chapel at Santa Maria del Carmine. 我打了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要不你们先睡吧，我再等会儿他。楚晨，楚瑶，你睡了吗？楚瑶，怎么了，爸？这么晚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刚刚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这小子，不行，我得找找他。哎呀妈，别去了，他都这么大人了，出不了什么事儿。这一会儿妈要是醒了，事儿就更大了。这孩子，你快回去吧，没事儿。快回去睡吧。行了啊，我再给他打电话。好。
初晨，初晨，你在吗？妈，哎，起来了。哎，啊，出诊了。他呀，他说学校有事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这就走了？嗯。哎呦，给他留的饭他也没吃，这孩子。是啊，太早了。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？你再回去睡一会儿吧。哎呦，我这睡的呀，腰酸背疼。那我再去躺会儿啊。嗯，我不管你了啊。啊。他这2天都没来过公司吗？可不是嘛，连人影都没见着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那你们知道他能去哪儿吗？或者这几天谁来找过他？姐，你是知道的，他跟我们所有人定的规矩，再急的事也只能打电话，不能去你们家上门找。哦。哎，对了，姐，前2天洛叔的一个伯母来找过他，还问他是不是公司的大股东。对，伯母。你好，申爽在哪个房间？那个里面最后一间。你找谁啊？ 1号车。你和病人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护工。病人得了很严重的脑瘤，压迫了视觉神经，现在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他现在失去了自理能力，身边一定要有人照顾着。他家人也真是的，把人撂这就走了。哎，回头你看到他家人，麻烦说一声，病人身边现在不能离人。行，他现在刚输上液，也睡着了，你进去看着吧。这瓶打完了，你叫我，我给他换药。
水，我想喝水。水。慢点喝，烫。你是谁？我是新来的护工。哦。谢谢你。听你的声音，挺年轻的。啊。哦，是我大哥雇你来的吧？是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真没用，我净给他添麻烦，净给他添麻烦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还在吗？在。哦，我有一个事情想麻烦你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我大哥，我托他找的那个人有没有消息了？啊，让他好歹给我回个信儿。你告诉他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，我等着呢。小伙子，求求你啊，你一定要帮我问一问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放心吧。我等着，我等着呢。初晨，你回来了吗？怎么了？孩子睡了。哎呦，我都2天没见着他了，怪想他的。哎，你让我看一眼啊，我轻轻的。你把他吵醒了。哎，不会的，我慢慢的。周晨没回来呀？啊？他干什么去了？
你为什么要骗我啊？怎么了？初瑶啊，说珊珊一直没有回来啊？你也知道是不是？她去哪里了？她在哪儿啊？他在学校呢，你马上给初晨打电话。哎，快！她去哪里了？在学校呢。她为什么不回来啊？复习忙嘛。那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啊？没骗你，这学校忙嘛，这回来不耽误时间嘛。忙？她都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啊？她忙什么？她不会是有什么危险吧？哎呀，他在学校待着不会有事儿的，那么大个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哎，那是他要是有什么危险，你得一定告诉我呀！啊！你放心，我告诉你，李杰同志，他要是知道了你一宿没睡觉的话，他会心疼你的，那他就真有事儿了。他为什么不回来呀？你赶紧回去。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马上要考试，所以这几天就先不回来了。你看，我说没事吧？啊，乖的啊，你回去先睡觉，明天让他回来啊。对，走。考试？考什么试啊？这不是这快毕业了吗？这孩子们都忙啊。考试他还能回来啊？咱让他回来。他可以回来复习的呀。你听话，你先睡觉啊。好好睡觉啊。妈，哎，妈，丽姐，还没消息啊？你说他去哪儿了呀？妈还偏偏在这时候犯病。没事儿，有爸在呢，爸陪着你和你妈，他会回来的，你妈也会好起来。洛叔的朋友在跟着找呢，别着急啊，都不会有事的。好孩子，能看见吗？能。好。嘿，那小孩，你是写完了还是偷懒呢？困死了，让我眯一会儿。臭小子！舒瑶，今天你妈夜班回来的晚，一会儿你把洛叔送家去啊。爸所里边有事儿，得出趟警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一定的。拜拜。再见。思辰，起来了，送送洛叔。你让我睡一会儿吧。你就送他吧，困死我。洛叔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谢谢楚瑶姐，你送我回家。那我就先回家了，再见。再见。
哎，来了。请问李洛书在吗？找洛书，您是？洛书，这是我儿子的名字。小伙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0多岁。哦，跟我的洛书差不多，就是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了。自作自受。要是有人以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能原谅他吗？我呀，做了太多对不起他的事儿了，所以这些年我不敢问，也不敢联系。姑娘，你找洛书有什么事儿吗？您知道洛书的消息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他消失之前，您去小区找过他，我以为你知道他的消息，所以就冒昧的过来问问你们。哦，他现在住在你们家？哎，姑娘，洛书是你什么人呢？我是他朋友的姐姐。姐姐，还住在一起啊？关系不一般嘛。说什么呢？做你的饭去。我懒得管你们那破事儿。叔叔，您知道洛书去哪儿了吗？因为好几天不见他人影，我只能过来问你们了。洛书他可能在医院。医院？他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他倒没事儿，是他妈妈快不行了。他妈妈？你说，一个当妈的，竟然能够嫌弃自己的儿子是个累赘，把他给抛弃了。你说他还配当妈吗？他还配当妈吗？他还配吗？可到头来，我还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回来。我除了这一身的病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求得到他的原谅，这都是我的报应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可我就想能在临死之前再见他一面。我当着他的面儿给他道个歉，我跟他说一声妈妈对不起他。我想让他拉着我的手，我想听他叫我一声妈。我就知足了，我就知足了。我就知足了。
前阵子刚回来，就是想最后见洛叔一面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永远都回不来了？洛叔，妈妈要去外地一阵子，你先去大伯家住好不好？妈妈，妈妈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整天打打闹闹的？你只会说我，你怎么不说他呢？他妈倒好哈，出国潇洒去了。要我看，这么多年早就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跑了，还管他？他就是想把这个拖油瓶甩给咱们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你侄子，不是我侄子。洛叔来了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有啥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哼，就300。你等考试结束，我一定打工把学费还你。当妈的把儿子抛弃了，自己人间蒸发；当儿子的天天在别人家里吃白饭。你们一家可以呀？啊，真把麻烦别人不当回事儿。就少说几句吧。现在他妈妈快不行了，整天躺在医院里。哦，你上回看到洛叔他大伯母啊，就是去问洛叔要医药费的。我没想到他小时候是这样过来的。是啊，我知道洛叔这孩子对他妈妈有怨恨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不说。这孩子心地善良啊，知道他妈妈得了绝症，肯定是去医院看他了。哎呀，你说啊，真快，说没就没了。你说我也是刚听说的。哎呀，真是，好好的说啊，就是我这家里他们好的形象是啊，是跟受买了。爸，爸，我不怪你。
好啦，别难过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他，可真的找到了，却再也没有机会亲近了。你恨他吗？不恨他，我只是不理解，为什么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却又抛弃我？为什么他抛弃我之后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要回来找我？我不明白。他应该也很后悔吧？可我到最后也没能喊他一声妈。我是不是太冷漠了？陆叔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只是你跟你的妈妈分开太久了，在你最孤独、最需要陪伴的时候，她没有在你身边，让你难过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劝我原谅他呢。这太不公平了，我没有经历过你经历的事情，有什么资格劝你啊？其实我也失去过亲人，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。是你，陆叔，是你陪伴我们全家人度过最艰难的时刻，带给我们全家希望。所以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承担。初晨这孩子好几天不回家，初瑶这么晚了也不回来，这两个孩子越大越不让人省心。都长大了，再说又临近毕业，忙工作的忙工作，忙学习的忙学习，还能像以前似的按时出门上学，按点回来吃饭？你得慢慢学会适应这个，不能瞎操心。行，我也知道是我的毛病，你还不知道，就个操心的人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初瑶那时候刚上北京去上学那会儿？哎呦，是整宿的睡不着觉，一会儿在想啊，哎，今天吃的怎么样啊，喝的怎么样啊，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这个北方的天气可干燥啊，这冬天还冷，这穿的多不多呀？没完没了啊，还不敢给他打电话，还怕烦着他。哎，你接着揉啊，揉。哎。这换了初晨啊，就更不省心了。哼，小的时候啊，就一直盼着他长大，到现在了呀，现在成大小伙子了，舍不得他长大。我就总觉得吧，他一长大就会离我很远很远。尤其是这些天啊，我这不睡不着吗？我一会儿我就得去他屋里看看，越看越害怕。
我脑子里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老觉得有人攥着他的手啊，把他硬从我身边给拽走了。哎呦，我就哭呀喊呀，哎呀，没用。到后来就劝自己不能这样，在想啊，我这身体也就垮了，我就回到咱们把那安眠药给吃了，就心想吃了药能睡会儿，就不想这些事儿，睡不着了。哎，我也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说这孩子这哪有不长大的呀？他总得结婚啊，生孩子呀，有自己的家庭，然后离咱们越来越远，甚至以后，回来看咱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可是这当妈的心里就是惦记孩子。我就跟你说，他们都不用干别的，就是他们那么一进门喊那一声妈，我就高兴的屁颠儿屁颠儿的。你说出来这个臭小子，我都好几天听不到他叫我这声妈了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你去哪儿了呀？哭什么呀？爸知道学习重要，以后你得回家呀，家里多好呀，有爸妈，有你姐疼你啊。听妈的话，以后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得回家啊。行了，孩子都知道了啊，都回来了。妈，这把我跟弟都回来了，你能睡好觉了吧？能睡着啦，能睡着一个大好觉。我想买这个。不好啊，这不适合你，这颜色也太深了。让我看看。牛子叶，把最近 logo 的参考图给我看一眼。这个是感觉不太好。就这件。你这样说话不腰疼啊？你知道现在设计师多贵吗？办公室里的醋味儿挺大呀。还是山西老陈醋。你还别说，这一提到醋，我就想吃饺子了。对对对，再来2颗腊八蒜。我想买个淡青色，淡青色你看这个。你说这是什么醋？镇江姜制醋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这里是科技研发公司，不是巴黎、纽约、米兰时装秀。哎，你们这一个二个都有病是不是啊？小黎，你前2天没来上班，没什么事儿吧？是家里出了点事。家里出事儿了？怎么了？一个亲戚去世了。哦，这样哦。喂，好的，韩总。
我去趟韩总的办公室，你接着忙啊。洛叔，你回来了。洛叔，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？对啊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们都担心死你了。我们这茶不思饭不想夜不寐啊。行了，你看你们少吃一顿饭，少睡一会儿觉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哼，我没事，忙去吧啊。好嘞。真没事啊？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哎，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这把猪腰都急坏了。怎么着？欲擒故纵，故意躲着不见他？别瞎说啊！你瞎说。哎，我能感受得到，那不仅仅是姐姐对于弟弟的关系，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女孩对于男孩的关系。你又琢磨去，你别操心啊。打情骂俏呢。别打情骂俏呢，都移情别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再不抓紧，游戏就这么变走了。该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尝试一下。哎，张教练，我们之前订的那批设备怎么样？现在正在路上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哦。行，这个我已经签完字了，你把它拿给项目部吧。好的，韩总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黎初瑶这几天怎么没来啊？啊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说家里有亲戚去世了，他们一家人去送别。跟我坐。一，起，二，有点精神好吗？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脚尖微微张开，挺胸，收腹，后背绷直，大腿与地面平行，膝盖可以小于90度啊！注意，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儿。还有这个屁股，一定要收紧。走，看到了吗？哎，你说就说，能不能别做示范啊？大屁股！请你尊重我的职业好吗？我怎么不尊重你的职业了？不就是伸个胳膊甩个腿儿，上上下下蹲2下？看好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请问你这个跟蹲马桶有什么区别吗？不是怎么说话？一天到晚恨不得时时刻刻摆 pose，不就是有肌肉吗？谁还没有？练不出来似的。你怎么了呀？我好心好意教他动作，他不领情也就罢了，他说我说你什么？我说不出口。这样，你把我刚才教给你的动作给大家再做一遍，你让大家看看标不标准。做就做，怕你不成？看好了啊！不挺好的吗？对呀。那你再做一个呗。那你看着点啊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怎么？哎！怎么样？让你嘚瑟。装起来吧，接着装。谁装谁是孙子？没事吧？闪着腰了吧？你真的？思义啊，带他去看。我也去。去干嘛呀？一会儿设计 logo 的人就来了。
扶他起来吧。啊，来，这样。陈明，李总，您为这款产品起的这个名字太好了，这个名字就像夏季清晨的蛙鸣、蝉鸣、鸟鸣，处处都体现出了大自然的凌厉和勃勃的生气。它不单单只是一个 logo 设计这么简单，而是一次用生命倾注的艺术创作。师傅，这疼！哎，你说你逞什么能啊？健身这种事儿本来就有很强的专业性，你老跟人张志远较什么劲？你不是说他人有问题吗？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啊！是啊，我以前是不怎么喜欢他。他这人有点缺心眼儿，喜欢显摆。静观万物内部的安宁与和谐。说完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您的设计我们很喜欢，就是这含义我还有一些没有介绍完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商量一下啊，是吧？对。那好吧，那我静候佳音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们走吧。可是我接触发现他也没那么讨厌，憨厚老实，待人亲切。合着这缺心眼是憨厚老实啊，爱显摆是待人亲切。哎，我说他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啊？你俩要是再接触，我看你直接转行做健身女教练得了。你们有人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听懂什么呀？我一句都没听见。哎，罗叔，你听懂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的讲解能力很差，你们也可能不会采纳我们的设计方案，但是最后我还想再说2句，希望你们能最后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说。谢谢。其实我们的设计理念很简单，就是通过直线与平行线构成了一个几何画面，同时用3原色和一些灰色交替配置，象征着运动的动感和活力，让客户从视觉上感觉一种律动感。嗨，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搞那么玄乎。说实话，其实在以前我和我的团队并不是擅长浮夸的表达方式，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。所以今天我就想尝试一下，突破一下自己。可是就在刚才，我的那些讲解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打动，又怎么可能打动了你们呢？看到了你们一些反应，促使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，创作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做自己感觉对的事。那合作愉快谢谢，合作愉快。您放心，李总，我明天会努力的。齐姐，喂，李宇，怎么了？吃午饭了吗？我来找秦云订婚礼酒店的事儿，正好路过你们公司，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吧。你赶紧合计合计伴娘的事儿。行，那中午见呗。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思义，你怎么来了？张教练，常大乐他腰伤了，我自己带他去推拿，结果越推越严重了。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康复训练能帮帮他？他不是不信任我的工作能力吗？你现在不信任我给你做康复了？没有，我还真没相信过你的。他信。而且我觉得我这腰现在好了，咱可以回去了。他需要你的帮助。来，帮我看看，
这一套呢是我选的主婚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看的。嗨，好看吧？还有这是一套敬酒服。哎，你说我是选中式的还是选西式的呢？我觉得这个中式的就挺好看的，也挺衬你气质的。是，还是你最懂我。好啦，新娘选完啦，再帮我看看新郎的。凑合看啊。你俩是结婚还是结仇啊？他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别提了，结个婚我们俩吵了不止一次架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简直要了他命一样。那不也是你自己选的，你不能退货呀。哎，我觉得秦云也是个老实人，就别为难他了，好吗？哎呀，好了，先别说他了，快帮我选选新郎的礼服吧。这两套。这你都标题出来了，还让我选什么呀？不过这你选的还是秦云选的？当然是他选的了。他说这两套啊，穿的他显得稳重。哎，你说我这结个婚，我这么喜庆的，非得被他穿的这么死气沉沉的，你说他想干嘛呀？他不是也就结一次婚嘛，你就随着他点呗。反正他也随意惯了，爸妈也习惯了。好啦，现在是重头戏，你的伴娘礼服。我的呀？对，我就不用挑了，你帮我挑。啊，你自己不看看？你帮我挑，我相信你的眼。好吧，那我帮你挑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伴郎人选？伴郎？不应该是秦云的朋友吗？你还不知道他能拿得出手的伴郎，不就韩子墨一个啊？你说我这边伴娘团5、6个人，然后他那边就一个，到时候指不定都得说我压他一头。你本来就压人家一头啊，还不许人家说了。哎，不过你准备找谁给秦云充当伴郎啊？不知道啊，我这不就是来向你求救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而且我想的是，伴郎团的质量肯定得跟伴娘团质量相当，对不对？不能跌份儿啊，最起码得高点、帅点、年轻点。哎，你弟下周有没有时间啊？我弟给秦云当伴郎可不合适吧？哪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弟又高又帅又年轻的，刚好符合我的标准。怎么样？帮我问问呗。追啊，他就当救救急嘛。那我帮你问问吧。啊，不过我可不保准他能答应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包在你身上。思怡，我最近研究了一套专门针对女性速成教程，几天就见效，瘦身效果特别明显。是吗？对呀。几天？找机会我亲自指导你一下。哎，那我是不是也能像他那样几天就？当然了，他们都是我的学员啊。那我用不用节食啊？不用特别节食，一般的话2周就能见效。按我的水准来，没问题。你干嘛呢？不许偷懒，接着做。常大乐，让你做你就做呗。来吧，做吧。卧推每组10个，给我做10组。注意你的老腰啊！这！哎，我说你故意的吧？啊，我这忍你半天了，就我现在这样，你让我多卧推？这些都是复健的基本动作，做不了你还赖别人，废！说谁废物呢？常大乐，我说你废物呢！我去你的！没想到啊，常大乐，你还挺厉害的，还跟人家健身教练打架。谁让他故意针对我？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你还嫌不够丢人？丢人？就张志远不丢人呗？至少人家没跟你似的当众散德行。什么？我当众散德行？那得回去找张志远去呗。
我祝你们俩双宿双飞，早生贵子，行了吧？常大乐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站住！别碰我了！我有话跟你说。快说！我喜欢你。什么？我喜欢你，常大乐喜欢牛思义，听清楚了吗？常大乐，你真的有病是不是啊？对，我有病，我有病，我才会喜欢你。你是认真的？不是你哪看出来我不认真了呀？你哪儿看上去像认真啊？行不行？赶紧给个痛快话。我是认真的。不行。为啥不行啊？为啥不行？你下周有时间没？应该，什么事儿？林雨的婚礼缺个伴郎，你去不？他没有，特别忙。他都求我了，他说伴郎团现在就韩子墨一个人，伴娘团有好多人，他觉得分配不均。你就当帮姐这个忙吧。哎，那你是伴娘吗？那当然了，而且我今天还跟林雨选礼服来着，伴郎的礼服可帅了。你要是去的话，那我也去。真的啊？啊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回去发挥啊！你真够意思，选了选。罗叔，哎，我发现你穿这身挺帅的呀！哎呦，我眼光还是挺不错，找的这伴郎太靠谱了。还是秦云哥眼光好，能够娶到这么漂亮的新娘。你看你嘴也太甜了，真是。林雨，我这身是不是太隆重了呀？不知不觉看着你眼中那道好看呀，这一点都不隆重，挺适合你的。要不还是换了吧。哎，停！心跳频率相同，真好看啊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呀。从未过打开，都还没来说出来，那转不来。哎呀，让我看看这一对啊，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。那当然了，我弟多帅。太般配了你们俩。
常大乐。怎么了？这是有事儿啊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不是不愿意了吗？这怎么又提起来了？我就是好奇嘛。说说。嗨，这谁知道呢？反正喜欢就是喜欢了呗，也可能吵架吵出感情来。我一天不跟你斗嘴，我就浑身难受。这还不是喜欢你啊？就这些啊？就这些啊，反正就是看你特顺眼。行，这就够了。啊？那行吧，那你先忙你的吧。嗯，好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我这个朋友本来说好了给我当伴娘的，现在突然又说有事来不了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有备选吗？没了，满打满算5个人，现在上哪儿找人去？乐叔，你公司里的人呢？我公司的人啊？你不怕把你婚礼毁了？我没事，我不怕，主要是我这边人实在是不够了。你说这伴娘团就4个人，这数字多不吉利啊，对吧？你就当救个急嘛。哎，你公司不是有女生吗？你就把她叫过来，冲个人数呗。太好了，就她。哎，你再帮我拉一个伴郎，怎么样？我问一问吧。说定了。啊。啊！哎，你俩笑什么呢？哎呀，大乐呀，这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看你吧，特别顺眼。病吧你！可能是吵架吵出感情，这一天不斗嘴就难受。吴思义，常大乐，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喜欢我们家四，你就跟我公平的竞争，你别搞这种有理有气的手段。说什么了？你不要脸！你不要脸！吵什么呢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该说什么我自己心里清楚。哎，行，四爷，你下周有时间吗？你先说你要干嘛？我姐朋友结婚，少个伴娘。当伴娘可以啊，反正我也没当过。那还少个伴郎，谁去？牛思义是伴娘，那伴郎肯定是常大乐。就是这俩一上去就一个字儿，配。哎，大乐，帮个忙。你敢去吗？去。我去。我也去。去，我俩。
好的，大家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刚才那对伴郎伴娘已经吃完苹果了，祝他们事业顺顺利利，红红火火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再选一对，谁先来？谁就你了，就你了。哎，好，伴娘有了，伴郎也请上一位。要不我你什么你？我来。来，对了，带上，快带上，来带着。绝对不需要苹果的都。好嘞，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还两人，我这女人太可怕了，穿高跟鞋跑那么远。初晨，里面那么热闹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可不想在这儿跟别人速配。哎，你看你同学都结婚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？我啊，我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男朋友都没有，结什么婚？你刚不是速配成功了吗？韩子墨呀，别闹了，他是我同学。那你喜欢他吗？你小屁孩瞎打听什么呀？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好好赚钱，好好工作。哦。你俩怎么在这儿呢？过来拍照了，快！哎，走吧。走。哎，陆叔，来，快，拍照了，快！哎，他俩呢？来，拍照了！哎，好了，先拍照，准备了，正了吗？来，哎，快，准备了，1、2、3，菜！喂，新娘子，洞房花烛夜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和秦云都老夫老妻了，哪什么浪漫的洞房花烛夜啊？我跟你说，就今天这日子，我们老板还给我布置工作呢。啊？你们公司没人了，这时候找你？可不嘛！哎，我也算是公司小能手了，所以大事都必须亲自上手。所以我就来找你啦。找我干嘛呀？我又不能帮上你什么忙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关于相亲会的大项目，我是主要负责人。等等，相亲？你猜对啦。林雨，你不会吧？主要是，哎呀，我这不刚升职不久吗？业务压力真的很大。然后这个相亲会又是考核的重点，我必须得保证人员充足，是吧？所以楚瑶只能麻烦你来帮我充个数了。就我一个人，你充什么数啊？你当然不能，所以我还想让你帮我问问洛叔。哎，他那公司不是还有几个人吗？一起叫来，完事了我请大家吃饭。好吧，
那我帮你问问他。好嘞，那我的前途可就都靠你了。行吧，就先这样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秦宇，你还不死过来！据介绍，他们将面临至少35万美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。据澳大利亚官方介绍，6月28号在距离开普敦1800海里处被澳大利亚海关和南非警方联合扣押的。哎呦，姐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找我肯定没好事儿。你把你的手拿下去，你看看你还有姑娘样吗？你看你把你弟给吓的。你少装啊！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，你们怎么就开始攻击我呀？说不定是好事儿呢。上次给我拉去当伴郎，这次你要给我找媳妇儿啊？心有灵犀啊！我弟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你这怎么还打上了呀你？天天打我。他还是个学生呢啊，学习最重要，谈什么恋爱？什么学习最重要？都多大了，还学习最重要？得谈了。不是你怎么也打上我了？我跟你讲，妈什么样，闺女什么样啊！你这都把闺女带坏了。你少来，您来我。哎，你快说什么好事儿啊？就我那朋友林宇，他现在在一家婚庆公司做策划，然后要搞什么一个大型的相亲会，但是人不够，想让我弟拉着他朋友去凑凑数。相亲会啊？哎，就是电视上那种啊，你说你的条件，我说我的要求，然后就能配对儿的那种啊？哎呀，那种啊？那太草率了吧？不是那种的。哎，我跟你爸那时候，我们是妈，不是真的，就是去帮朋友忙。行了吧，你自己还8字没一撇，还给别人打。听听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要找对象啊，得妈给你们找，得找那个知根知底的熟人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现在电视上那些闪婚闪离的多少啊！啊，结婚之前那什么性格啊、品质那都不了解，结了婚之后那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过来吵过去，然后就是打官司，多丢人啊！你们的对象啊，妈给你找，听到没有？妈，初瑶，你可是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了啊！哎呦，人家那是正规婚庆公司，跟你在电视上看的不一样。再说了，我又不着急，他更不着急了。我们就是去帮朋友忙而已，不是真的啊。那更不能去了，都不是真心的，不骗人的吗？哎呦，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不去，我才这么大岁数，我去那太丢人了。你多大岁数？别呛点儿啊！这么狠呢你？我儿子，你呀还真得去啊！你看看你姐现在这样啊，你得替爸看着她点儿，回头别把哪个小伙子给人拐跑了。怎么说我姑娘呢你？不是你看，那我去，不是我姑娘呢你？去，行了，他紫了一会儿。那么着急呀？你毛毛躁躁的。人家林宇还等我回话呢。是个东西。以上就是这个项目的简要内容。不错，做的不错。大家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散会。小齐啊，把宾客资料给黎初瑶复印一份，让他提前熟悉一下，下午的酒会把他带上。好的，韩总。齐一姐，什么酒会啊？一个投资业大佬的聚会，估计韩总是想带你去见见世面，这是好事。哦，那我有什么任务吗？一般这样的酒会，韩总都需要带一个人在身边，随时提醒他来往宾客的名单和身份。韩总很忙的，
难得有记不周全的时候。一会儿我把宾客的名单发给你，你好好熟悉一下。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好的，谢谢齐姨姐。不用客气。韩总好，安总好。韩总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好久不见。我们在下面呢，走上去。啊。齐姨姐，我接你的电话了，可能是有急事。没事，你接吧，我来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那个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上班呢。是这样的啊，那个，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一个同事王阿姨呀？嗯。今天她过来看我，聊起你们来啦。她呀有一个儿子叫何俊，好像比你也大不了几岁，现在人事业发展的也挺不错的。我觉得你们俩倒是可以先接触接触，是吧？妈妈把那个俊俊的那个微信啊推送给你，你们俩先加个好友。行，我先上班了啊，晚点再说。哎，上次您的投资真的太硬了。您是俄罗斯？白俄罗斯。白俄罗斯。韩总。哦，你好。哦，韩总，我们先过去。好的。啊，你好。哎。你好，我是齐毅。你好，越长越漂亮了，谢谢。这位是绿洲集团的齐夫人，上个月的剪彩仪式见过。齐夫人最近一直在减肥。哎呀，这几个月没见，这齐夫人苗条多了，越来越漂亮。这齐总太有福气了。韩总，您真太细心了，我也没瘦几斤啊，这都被您看出来了。韩总，我给你引荐一个人吧。好啊。这边请。好。哦，韩总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齐夫人啊，齐夫人啊，你好啊，好久不见。奥利，这位是奥利集团的董事长叶之华，你们去年在交易酒会上有过一面之缘。哎呀，叶总，这1年不见了，可不是嘛！哎呀，还真加了呀！小点声，非让我加那个何俊的微信，我就加了。真的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简直尴尬死了，我们两个聊天。两个人在这鬼鬼祟祟的聊什么呢？啊？哎，加上何俊的微信了没有啊？加上了。加了那就赶紧约见面呀！这才聊了几天啊，就见面？见面才能进一步了解呢。妈妈可是千挑万选给你选的这何俊啊，你这态度可不好。妈，微信聊一下其实也可以。你小孩子懂什么呀？这个微信聊不就对着个手机在那聊啊聊，有什么可聊的？见人多直接呀！啊，见到真人才能增进感情，全面了解啊。你说这个人的这个脾气啊、性格啊、学识啊，这个声音好不好听啊，这个眼神是不是专注，这面相是不是端正，
哎，这个语气是不是温柔妈啊？妈，见，得见一下子，是得见一下。你听听，你弟多懂事儿。妈，这样啊，我马上给你王阿姨打电话，咱们就定明天。明天？妈，就这么定了。谁让你答应的？就咱妈那脾气，到最后不还得答应？我不管啊，不要去你跟我一起去。我去干什么呀？他又不能看上我。你答应了，你去谁？去！把这事给我搞黄了啊！啊！还不错呀。要不是我，你能完成这么伟大的程序吗？哎呀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完成了。嘿什么黑，你想抢功劳啊？你想抢功劳吧？哎，行了。罗叔，这已经完成设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准备发布会的事情了？过几天就是科技展会，咱们就在那儿发布。哎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就加班加点的工作啊！哎，这又得干苦力，是不是总得有点福利啊？什么吃个饭、喝个茶什么的，哎，我都心动。哎，你还提醒我，我姐朋友那儿有个相亲大会，但估计你们也不去，算了。嘿，周林不去，我去。谁说我不去？思怡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去。那我去。好端端的，你去那儿干嘛呀？结识新人啊。